这晚连接前南巴克康长天地前面节目了这把个十九，电影个列车呢，单独因在这边乐节电影个张节演，他妈的，很浪跟着克拉电影乐路浪巴当，电影真正单独因在这点年些让那乐节都看着那边电幕为每个嘎顿等不完的。我忙不时给他妈的乐节的拉就有别，但是大战都这边个三千等我些吧的。乐节的拉电影在这帕萨路用当，四川博客的学吧的。电商人呢，单独因在这把电呢，单独当他呢，四川博客拉村呢，让你长这民大些的自由。电那电影啊，出南巴三八些个年，乐节都干了，单独因在这了，鸟都下。马古道是天神啊，不可喊不可喊呐。乐节都干单独因在这把电呢，很多人跟着去当，这样朝顿要着说，这在真他们让人容易些有把嘛子。将这大冷节，一星个月自动个登记了电影，路当不必虚假，他上南巴大别保些个当年三级些有。这座你哈拉超东西吧就，超东吧去本大当，偏从我些吧，震动，接着。电的那把手，先把灯起来呢，超东西。刚热当把吃，没多当炸汤手。当这个干这节让熊有种的，当这个熊出来电就要当。哈将娘高也干的节，电木为一生过些。家这个决定得当给，电木为了生活特别，可出来他们满意别，很出息的话的。成都呢，托米超东西节，乐节都干的天当不如，人切人把呢超东西吧的。广东人切节，干这克拉里同热血写进有别，乐节都干的广东人切呢超东西行。电呢干这克当广东人切节，人呢别的当，在同热话做别，专家节超东西讲的。好兄弟，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音乐季《康定情歌》在成都首演之后，前段时间看到你们还在广州进行了巡演啊，在那边的这个反响怎么样呢？我们在广州的这个演出呢，在整个就是广州的文化界的这个专家老师，然后就是整个各行各业的，就是艺术这一块的，就是领导也好。就是部门对我们是非常的关注和关心。那么在整个演出当中，对我们就是5场演出哈，都是给予了很高的一个评价和对我们就是对这个剧目的未来的就是以后在广州再进一步的就是一些推广和这个节目的这个就是交流呢，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整个我们的巡演在广州是总共演了5场，在这个演出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或者说是细节特别让你感动，或者说特别让你印象深刻呢？那当然有了哈，我记得是在第2场演出吧，就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叫吴大姐的，有一个就是观众，那她当时就是在观众席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整个演出的时候，我们台上的演员在表演。那么他在下面就是问我的，在一块儿在也歌唱哈，因为音乐剧确实达到了一个就康定情歌的这种一种共鸣，所以他整场演出带着一种非常就是热情和这种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时我们工作人员也在旁边哈，就当时也在交流，就是说这台演出对他们的
感想是什么，就是感触是什么？那个吴大姐就非常激动嘛，她说啊，以前呢就是对四川也好，对甘孜也好吧，都是很多方面就是在那个电视停留在电视和这些宣传片的这种介绍。那么今天能够现场亲临这样的一个近距离的这样的感受，高原的自然风光也好，就是人文的这种厚重的这种民族文化哈，对他的感染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他说他非常喜欢。单对人家呢，嘛是乐极系列。第一，养蛋已经鉴别，没能啦，保障账目下去。另一个能度呢，人类就周围等不了。第二趟，家开始能个老板了嘛，扎进看的乐人的冷别。单对人家呢，没草么啦，恰着起位，终归忙了扎进西冷就完了。人间乐见的让你用词瞧不当，乐见的眼前长头发等的呢，切的单独了用看节目的什么的，单独人家这千年节气送当的呢，他就是龙年当年成多个说了跑成些情，大样乐见多个了就呢，多个看的超度些别，没些这错当他今年热见，错能三百些个头呢，没能这一生过吧的。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康定情歌是家喻户晓啊。有了这个电视剧，也有了歌舞剧，怎么后来想着要把它改编成音乐剧呢？因为这个康定情歌家喻户晓哈，这个品牌非常重要，我们也非常的就是拿捏这个品牌确实压力很大。那么就在它的定位和走向上面，我们必须是一开始就要有很准确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在整个藏区哈，青海、西藏，那么还有就是各大的这种沿海城市的这些做大型规模的这种，我们都做了一些就是对比和比较。那么下来，我们后来又在这个就是国家税申报的时候，就是最后的那个关，就是要答辩的时候，我也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嘛，就当时在现场跟那个答辩的那个专家老师在就沟通这个剧目的这个定位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肯定，就说以音乐剧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音乐剧的话，康定情歌应该就是说它是为音乐剧量身定做的，就所以我们当时就整个这个就是对这个音乐剧的这个定位就一下子非常的就是自信了，也就充满信心。这样的话，我们就当时就狠下决心，就是说一定要做好这个品牌。我们的康定情歌从之前的歌，后来搬上这个电视荧幕，拍成了电视剧、电影，然后你们也把它改编成了这个歌舞剧这些。这一次呢，又把它改编成音乐剧。就这一次的核心的内容跟之前我们的这些不同形式的表现手法上来说的话，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有什么特点呢？我觉得吧，就是肯定稍微有点区别的话，它更容易就是接近观众，能和观众进行近距离的互动。那么尤其是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可以直接切入到观众的这种心里面，就是大家会有非常好的共鸣。那么更不用说在现场的这种对视角的这种冲击力哈，对音响视听的这种一种感官的刺激，确实那就可以说整个现场的氛围和把观众的代入感、植入感，那是非常准确的，就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稍微有点优势，也算是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单对人家这边当军天们的，嘎尔蒂托尼超动些的，题目能了三律能都有不当，
人类就周围区别，家庭节假些，每个家庭都不一切的。移动接触落叶大瓦接巴拉，干这个没人那个错办呢，不可着乐节都个尊地当，超车些别，中间人别帮卡当不人别强呢，乐节当。대진 저쪽 소지션이 단뒤엔 자진지 레지 도가 자디시 바리 레지 도가 초비 만하 강주 린수시 요데 차치 바 자진 관다 신당 년치 도가 전방제제 존지 바 정용 레지 시차다个바同时权不止让萨比勒巴扎金所能公布个只国外旅建那些别主巴台湾运所总之巴党超七巴超东巴起崩卡个门哈日日卷汤见下大烟巴的第嘛是乐节都干的也热在大个别眼口味也干了从那乐节都干的也热在这车子上面当忙不加巴的您作为甘孜州歌舞团就是成长起来的一个艺术家应该说这几年你创作的这种剧目很多，那这个康定情歌音乐剧算不算是你的这个第一次的跨界创作呢？算不算呢？对我来说的话，就音乐剧这个业务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就是第一次、首次尝试，所以也非常欣慰，就是在通过这个剧，感悟很深。在这个对戏剧的整体的把控和整个就是戏剧舞台的这种呈现的方式和歌舞剧的区别和这个很多方面的这个调度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应该是得到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和启迪，这样也对于我们自己在今后就是走戏剧化的这样的道路时候，我们也更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基础和信心吧。所以对我，作为一个编导也好，那么对我们团里面的主创人员也好，都应该是感觉到收获非常大，也是在相互的学习当中和交流当中得到了很多的这种提高。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音乐剧里面，您担任的是艺术总监，在这个音乐剧当中，有没有就是自己坚持，然后就是最后把它展现在舞台上的一些细节呢？对对对，应该就是有一场，就是在就是李浩，就是杭州思念这个就是远去的这个茶马汉子哈，当时就是一种时间的这种隔离嘛，就是一种思念。有一种对望，一种心与心的一种交流，是两个空间的一个对话。当时就是说，我们跟导演在商量的时候就说，哎，这个我们看是不是用那个酥油灯哈这样的一种纪念的这种方式来做这个，就是因为藏族这酥油灯它是有很多含义在里面，它是一种寄托，一种对美好生活也好。对很多万物的一种寄托和一种，它是一个非常对美的一种供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所以我们就是想以唯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来做这个。当时也大家觉得啊，酥油灯的话，因为人还没走哈，就点上酥油灯，会不会觉得它会不会有太大的冲击？就是觉得。从有些规律上也好，有些这些的话，会不会就觉得这个有点不对，就是背道而行的这样的感觉？那当时确实，我也只是想着就是这个场景唯美，这意义非常的深厚哈，就感觉意境非常的美，就这样。那后来的话就是，我们也在交流当中，最后还是保留了一个就是。不一定说用酥油灯，就用莲花的这样的一个灯的这种形式嘛，就是显得它就是更空灵一些，更雅致一些。还是就是最后保留了你的意见。对，第一次创作这样的东西，会不会投入一种特别的情感，或者说特别的这种精力去创作呢？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创作当中，我们在感受。
在感悟，其实只要你敬畏自然，爱护自然，然后心存善良，然后更多的是用更多的爱去诠释这个你所想，就是表达的这种人类的这种人世间的爱的话，那用在点点滴滴的，就是不光是创作也好，舞台上的就是表演也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就是沟通也好，交流也好，其实就是一种相互的一种爱的一种升华吧。通过这个诠释一种就是在康巴高原，你可以感受得到我们人间的这个人世间的这种非常阳光的爱。面对从别尊吃吧当超吃吧有吧嘛子，三年让个超多门黑超多些别，帕拉蒂娜腾进公领总有吧的。因那样，我是拉的些个是吸引很粗的了，别让我入些有的。创作我们这个康定情歌的音乐剧，对于我们甘孜州歌舞团本身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么这次也是康定情歌以音乐剧的新的这种创作思路，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尝试，也算是一个跨界吧。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整个藏区的话，对音乐剧就是比较甚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态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算是一个创举吧，也是对我们院团在今后发展的这个路子上面，对这个音乐剧对剧的戏剧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也算是开辟了一个道路吧。以后我们也非常有信心在这方面继续做好我们的这个就是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整个在这个剧的创作过程当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呢？肯定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之前说的，就是我们的演员们，因为以前更多的是舞蹈演员就是跳舞，歌唱演员就是唱歌他就跨界了，这个就是非常大的跨界。然后对我们，尤其是舞蹈演员，让他们来在舞台上，一边唱，一边还得说，还得跳，那么就跳都还应该是就是没太大的问题，唱也问题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歌舞剧这样，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对演员的这个就是锻炼也应该是还是比较大的。他们这方面的拿捏，还是因为在甘孜州康巴这边的藏族就是能歌善舞的嘛，这个都还好，但是就是语言的这个表达方面确实有一些难处尤其是就是因为舞台的这种戏剧性的这样的表演，确实要给演员就是在他的吐字和他的这种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和这个表达出来的这种情感的这种人物冲突的时候的那种表演的冲击感，确实也对于演员的素质也好，对他们理解这个角色的能力也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锻炼，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跳跃。就所以在这块上面，我们是费了很大的心思和很大的努力。对，就是台上1分钟，台下1010年功，对对对。三尊如康基，对于大王忙不着扎地些巴当，超多门哈加哈的呢，超用康力些别。他们乐极多个单独人扎基，卡拉蒂的呢超多些的，准备全部浪巴的。这的是从真点着康力那瓦当，点木月嘎斯托宾的呢。多干的也，也嘛啦真的些呢，接上起来是东着的呢，一个人等的他别，你东西了这有。
从这个艺术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对于这个剧呈现在舞台上，就是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说，对它还有遗憾吗？或者说还有不完美的地方吗？如果说遗憾的话，那肯定还有，就是还需要在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民族性上面还需要挖深，还需要提炼然后还有就是有些风格的这些方面的这种把控上面还需要一些就是提升。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剧目的话，以后作为就是我们至少要在整个这个对外演出的这个方面的话，对演员的就是表演也好，演唱也好，还需要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的一个要求。那么就是在下一步的提升和打磨的时候，还确实要下点功夫，就是尤其是我们就是这个音乐剧的风格这方面。接下来我们这个音乐剧《康定情歌》还有这个巡演的计划吗？还有更重要的巡演计划了，因为首站广州我们已经是完成了，然后现在是这段时间是静下心来再进行一些就是调整打磨，然后更多的是我们想以全面的进行一些修改提升。那么这个修改的点主要是要放在这个我们的民族性特性上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就是这个音乐剧的这个层次档次上还要提高一些，还要把这个康定情歌的这个情歌文化的内核再挖深一点。然后就相信我们在就是全国的一线城市进行巡演的时候，那应该是一个非常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来呈现然后也希望就是我们广大的全国的观众朋友能够对康定情歌应该有一个更加就是新的一个诠释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来就是对康定情歌植入一些就是新的就是元素和新的内容。所以希望就是我们下次演出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就是亮相给全国的观众。我们也非常期待。谢谢。连头的电脑真把冷落去说，中根杂技按当本下边，单独因杂技呢，以往超别了几档，现在电边就可了电呢，让利用这么忙不些个三个贴线。第从此能蹲当能把碰上错别，不接人家讲，让利用死敲着起把的。这在了从当咱们还做熊当中人边点个蹲的了。但蹲杂技呢，杂技讲西马因把的，乐节都个在那边，我出也米冷的到的。我最讲乐节都个的，但对因杂技是把的，我忙不些个，出于恰些自己比个另外讲有。亚洲那把天地前面节里木拉先生那话推荐切，年些我个青年安长着呢，我出也成得了人呐，切切中行这比个恰切忙不些家头，呀，天地面里才能跟我出来人家。